主子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主子。你们竟然没死！大婚前，我曾向吕二爷借兵，让他盯住元载的一举一动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吕二爷援兵应该快到了。我也给二爷看过地图，可我们现在掉到了这个都是蛊虫的洞里。不对啊，别说蛊虫了，这洞里连一条死虫子都没有。龙儿，你看，走，走，小心。啊，原来赵王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俩不是合谋吗？赵王啊，赵王，骗我说是为了拿到曹玉，才把人带到这儿来的，实际上是为了让我的地盘见光。如此会演戏，我倒是小瞧了他。他人呢？为了儿女情长，他可以放弃江山不要，扭开生门放了你们一马。愚蠢呐！更愚蠢的是，他想杀我，我给了他一个痛快。什么？你把小昭杀了？松开他，你就能活！我不放！傻瓜，快放手！不放！要死一起死！好，我成全你们！原来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，故意给老贼地投明状，原来是做好了要同归于尽的准备。他一直没有变过，是我错怪他。他的仇，我师父的仇，渊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愚蠢呐！想杀我？哼！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？赵王他算计错了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乐飞、师傅、小张，这些人全部因你而死，如今你还想要二爷、严彬、小秦，我和清流的命，还有这些精武卫将士和这林间所有为你卖命的人，元仔，我们所有人的命加起来，都填不饱你的贪欲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师侄。你们谁都跑不了。跑？我为什么要跑？我大唐之所以成就盛世，是因为百姓安乐，而你不顾民生社稷，妄图踏着百姓的血泪走向富贵。今天我死在这里，微不足惜。可明日我的亲人，你们的亲人，都会因为元载而活不下去。
放箭！人生而平等，何分贵贱高下？更何况是上下九流，为百姓不平而鸣。放箭！为什么还不放箭？北方战乱，不顾双方怂恿利益使然，长安粮荒，漕粮入京，却迟迟不进百姓的饭碗。你私心谋利，罔顾正道，奸臣佞相一日不除，民心国道何来安宁？我为百姓不平而鸣。放箭！射中一个，黄金100两。亲人比性命重要，比钱财更重要。为百姓不平而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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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百姓不平而鸣。放箭！黄金100两。为百姓不平而鸣，元相，为百姓不平而鸣。